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兔故事屋。生活喺呢一個高壓嘅城市，無可奈何，我哋被逼上競爭嘅賽道，有時反而會忘記咗生活入邊最細微但係最動人嘅時刻。今日我哋要講嘅故事係心月嘅第一次比賽。心月今日要參加人生中第一場比賽——寶寶爬行比賽。媽媽興奮咁幫佢扣上號碼布，溫柔咁講：心月加油喎，要將對面嘅小熊抱返嚟，帶俾媽媽。隨住嗶嘅一聲哨響，比賽開始啦！媽媽喺起點大聲咁為心月加油，心月快啲爬，小熊公仔喺度等你。媽媽緊張咁揸緊拳頭，眼神裏邊充滿鬥志。心月望住前邊嗰排可愛嘅小熊。佢嘅手仔腳仔一前一後咁用力爬啊爬，一二一二，佢爬得又穩又快，超過咗幾個仲停喺起點嘅小朋友。媽咪兩隻眼發晒光，佢第一個爬到咗小熊公仔前面。心月伸出手仔，緊緊抱起嗰隻啡色小熊公仔，軟綿綿，攬住仲暖粒粒咁。心月開心到不得了，摸摸小熊嘅耳朵，又篤下佢嘅鼻仔，好似同緊新朋友傾偈。佢完全唔記得咗比賽仲未結束啊！呢個時候，其他小朋友都攞到咗自己嘅小熊啦，而心月呢，佢仲坐喺原地專心咁同佢嘅小熊玩。媽媽睇住遠處嘅心月，原本滿懷期待嘅心情，慢慢化成一抹無奈又心痛嘅微笑。過咗一陣，心月發現周圍變得靜晒，佢抬起頭一望，其他小朋友都已經返去媽媽嗰度啦。咁於是佢即刻放低小熊公仔，手腳並用咁爬返去。心月喺人群中尋找媽媽。佢睇到一位着住同媽媽差唔多顏色衫嘅姨姨，興奮咁爬過去，抱住佢嘅腳。心月，媽媽喺度。真正嘅媽媽哭笑不得咁跑過嚟。心月聽到熟悉嘅聲音，轉過頭，開心咁爬去媽媽嗰度。雖然心月唔係最快完成嘅 BB， 而且仲將小熊公仔留低咗喺原地。只係得到咗一張參加證明，媽媽揸住獎狀同心月一齊影相。傻傻嘅心月呢，其實根本唔知自己有冇贏啊，亦都唔識比賽係乜嘢，只係知道能夠開心咁玩，能夠返到媽媽身邊，就係一件好幸福嘅事。媽媽睇住佢，忍唔住都笑啦。今日嘅故事就到呢度，我哋會繼續分享更加多呢啲溫馨嘅睡前小故事，陪你同小朋友一齊成長，一齊加油。如果你都中意呢種溫暖嘅親子時光，記得訂閱我哋呢個頻道，俾個讚支持下，等更加多爸爸媽媽都可以一齊聽到呢個故事啦。下次見啦，拜拜。